Hello everyone. During 1965, the New Territory Women and Juvenile Welfare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by Miss Leung Sing Tak, my mother's sister. 由於當時社區有迫切嘅需要，梁醒德女士聯繫新界各區各階層嘅婦女，積極關注貧苦嘅老弱，並提供支援， My dear aunt established nursery school, 幫助清貧兒童有機會上學，帶俾佢哋愛與關懷同埋希望。本會由最初捐建健康院、設立婦孺福利中心，到開辦幼兒學校、小學及長者鄰舍中心。今年我哋慶祝新界婦孺福利會嘅60歲生日。本會嘅宗旨咧就係以家為本，醒德立人。家嘅一個文化，一個比較包容、關愛，係好接納，係嗰種嘅文化開始做起。初頭我哋啲幼兒學校叫兒童樂園啦，好似返到屋企嗰種好開心嘅感覺，我哋都會關顧埋佢喺屋企嘅情況係點，所以我哋繼續會有家訪啊，同埋我哋係同屋企人一齊去就住孩子嘅需要去前進。我哋第一間嘅幼兒園咧就係元朗幼兒學校，而我哋第一間嘅小學咧就係梁醒德學校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開辦咗上水幼兒學校啦、博康幼兒學校啦、長發幼兒學校啦、粉嶺幼兒學校、梁醒德中英文幼稚園，仲有咧基督教明恩小學啦，亦都相繼咧係投入服務嘅。喺幼兒嘅階段咧，係塑造環保意識同埋綠色生活習慣養成嘅最關鍵嘅階段嚟嘅。咁喺學校裏邊咧，我哋希望佢至少咧能夠養成愛護大自然啦，同埋咧係珍惜資源嘅。幼兒教育咧，其實好重視咧遊戲學習嘅，因為小朋友咁細個咧，喺遊戲裏邊咧，實在係會發展佢好多唔同嘅學習能力，同埋咧小朋友一啲潛在能力嘅。而咧強調自由遊戲咧，最重要就係同家長展示到原來玩咧都學到好多嘢，家長亦都親眼睇到小朋友嗰個解難能力啦，嗰個創意思維能力啦，所以咧家長都好支持去玩呢一個活動。正正我哋咧，除咗遊戲時間，仲有其他活動時間同埋主題時間，家長其實係好欣賞嗰種平衡咯。我哋係好重視喺 AI 時代下邊嘅 STEM 教育嘅發展趨勢。我哋喺個課程同埋個活動裏邊啦，我哋係好重視咧係自主探索啦，同埋係求證反思嘅一個學習歷程，係可以喺課堂裏邊咧係進行探索啦、解難啦，同埋培養出佢哋一個創新嘅能力。柏語長者鄰舍中心咧，其實我哋前身咧就叫屈柏語紀念老人中心嘅。隨着嗰個人口發展啦，咁我哋就喺2017年嘅時候咧，就搬過靈福村呢個會址咯。因為我哋其實都係植根於喺個鄉郊咧，咁所以有時我哋嘅服務咧係用外展嘅形式去到佢哋嘅村落去做啦。例如我哋定期都會去啲村裏面同老人家做啲身體檢查啦，關顧佢嘅家庭狀況啦。另外咧就係我哋長者柏語中心咧，亦都係我哋做一個自負盈虧嘅日託服務嘅一個場地嚟嘅。最深刻有一次咧，量下血壓咧，我覺得個頭有啲唔舒服，個個都好緊張我，好多人都關心緊我，我覺得一種心入邊咧係覺得好舒服，同埋咧值得多啲過嚟嘅地方嚟嘅。長者啦嚟到又有活動玩啊，又有啲大小肌肉嘅訓練啊，寫下書法啊，我哋希望咧喺我哋嘅區，我哋都會繼續揾多啲機會，亦都揾多啲資源係去發展啲照顧者嘅一啲服務咯。喺呢個60週年嘅時候咧，都係有少少俾我哋鞏固我哋嘅初心啦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，亦都俾到我哋一個動力咧，係要有唔同嘅跨越咯。成個團隊咧係就住以家為本、醒德立人咧，係可以對於我哋坐落嘅地區咧，係做到一啲實際嘅幫助，鼓勵我哋嘅同事去接受一啲培訓啦，到海外嘅研討會去發表部分嘅成功嘅例子啊。我哋舊年嘅時候咧，都去到咧日本去分享我哋啲英語課咧，係組織起上嚟。透過咧多元嘅認識，了解我哋個英語教學響幼兒嘅推行情況咁樣咯。喺呢度咧，要多謝所有同我哋合作嘅伙伴啦，信任我哋、接受我哋教育、同我一齊做服務嘅人啦嚇。咁係希望咧，更加重申我哋對呢片土地嘅愛，可以一齊用媽媽嘅嗰種無微不至、
但係屈屈不撓嘅精神去做好香港呢個屋企。